大纪元7月11日报道，美国国务院将在7月25日、26日召开首次国际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，由国务卿蓬佩奥主持。据了解，这次会议内容包括人权、宗教自由、反恐等议题。在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，年迈父母的怨声和遭遇令人心碎。麦赫布拜埃布拉老人就因2个子女在奥地利被中共政府将其和其他亲人抓捕，关押在所谓政治教育培训中心1年多时间。现在这2名子女提出强烈抗议，表示自己是为了求学，在当地政府允许的情况下办理了正规手续才出国留学，现反而成了罪人，不敢回国，不敢与亲人联系，到底犯了什么罪？同时向国际人权组织申诉，解救东突厥斯坦无辜受破坏的维吾尔人。阿联酋官方通讯社报道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中国已决定在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教育等8个领域建立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，并在7月20日宣布，2国将共同努力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合作。7月22日，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了世界东突厥斯坦兄弟教育协会第10届会议，由东突厥斯坦各界学者、宗教人士、各协会负责人、民间爱国人士、移居世界各地有影响力的维吾尔人参加。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分子继续发生冲突，在萨达、哈加2省，武装暴力冲突直接导致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损失。阿拉伯联合部队宣布，在过去的2天内，有119名胡塞人身亡。萨达和哈加2省有17人被捕。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副局长表示，2018年度俄罗斯将向亚美尼亚提供价值2亿美元的新国防贷款武器。